爺做廣播，老爺做廣播。哎呀，今日咧又黐黐呆坐埋一台啦。大家都係傻下傻下。咩傻下傻？本來諗住食飯啫嘛，食下點解做訪問嘅？咁係咁啦，你知阿老爺失驚無神咁又叫埋啲靚女啊靚仔嚟㗎，今日多個靚仔喎。好少見喎，係咪啊？不敢當，不敢當啊！失生你好，佢係受寵若驚啊，因為好少話佢靚仔嘅。嗱，所以介紹下啦，我係老爺啦，係咪？我係關晴。哎呀，呢個咧。我係 Karen。哦，呢個唔使講啦 ，Raymond 馮建斌啦。嗱，首先要恭喜3位喎，3位即係家有喜事喎。咦？點喜事啊？係啊，關晴咧，就攞到咩啊？華鼎亞洲藝術電影節時代激流單元裡面嘅最佳故事片。小販之王。係，冇錯。啊，非常恭喜啦！真係，非常多謝你為新加坡嘅電影做咗咁大貢獻喎。Karen 咧又參加咗嗰個咩小姐比賽話？香港環球小姐比賽2024年，好開心入咗頭5強，好開心，因為我第一次選美嘅。唔係啊，你咁靚女第一次選美，第一次真係呢啲選嘥嘢啦，真係。我哋呢啲選美咧都會問啲問題，有時啲問題好難答喎。咁你嘅問題係咩咧？我當時嘅問題咧，我係考我動作嘅。動作係啦，問我咧係如果要一個新嘅，我哋有個，譬如我哋有港女自拍嘅10式嘅，我自己就即場就諗咗係一個太空館啦，就係一個咁樣嘅。哇，靚係啦，跟住我哋有一個係獅子山啦咁樣嘅。Lion 係啦。跟住金紫荊廣場就係咁樣一朵花。啊，呢個了解，呢個了解，都係靚，即係係有幾個唔同嘅。啊，夠啦，係啦，好啦，嗱嚟到 Raymond 啦，哎呀 Raymond 都有好消息喎，Raymond 個有喜事舞台劇啊，係第一次嘗試舞台劇，咁喺4月份咧就啱咧就出演咗啦，有4場，個全滿啊，就新遊記，即係新加坡加西遊記有一個特別嘅演出，咁當然就會唱歌跳舞啊！演唱會都開過幾次啦，你哋我哋啲唔拉更嘅嗰啲。嗱，如果你係冇睇嘅話啦，我同我哋非常可惜你冇睇啦。佢做咩咧？豬八戒。其實豬八戒呢個角色我係幾靚仔豬八戒喎，靚仔版，靚仔版即係大家可能記得咧90年代咧香港 TVB 啦播嘅就係《西遊記》啦，就係張衛健嗰版本，黎耀祥。佢哋就做一個西遊呢個豬八戒啦，我就覺得嗰個豬八戒係好嗰個嘗試嚟嘅。其實咧我就唔覺得佢有豬樣嘅，但係咧嗱，好似上個禮拜上個節目嗰個米雪德米記啊，阿米記咧就教咗佢，哇！你師傅嚟喎米記係嘛？係。米雪教幾招啊？教你咩咁樣喎？係咁嘅，佢一次咧就。